Hello，今條片同大家去分享八字嘅影響因素。研究八字學嘅人都會深信，我哋每個人都深受八字嘅影響，包括修煉、修道或者係出家嘅僧人、尼姑，所有嘅人都擺脫唔到八字，即係五行嘅生克合作用影響。八字之所以準，最真實嘅答案，無非都係在於我哋嘅錢同埋慾望。佢嘅意思係你需要基本嘅生活嚟維持你嘅生命，所以你需要錢。你冇可能會擺脫到五行作用對你嘅影響。我哋每日嘅基本生活，柴米油鹽、衣食住行等開支都同錢有關。基本上你就深受八字學所講嘅五行金木水火土嘅影響。出家人、修道中人亦都係受住呢一啲日常嘅生活影響，亦都要同錢同埋慾望打交道。所以無論你係出家人定係其他信仰嘅修煉者，亦都一樣冇辦法擺脫八字學嘅五行糾纏，除非你已經得道成仙成佛，唔需要食人間煙火。改運之所以特別難，佢難在你係咪能夠降低對物質慾望嘅需求。不過改運其實都只係僅僅降低改善五行對你嘅影響而已。當你仍然因為錢享受生活嘅時候，你就冇辦法脫離到五行嘅束縛。所以八字一直在影響住你，同你息息相關。無論你係處於社會任何嘅一個階層，通通都逃唔過五行嘅影響。拜拜。